报道学台语第7集各位朋友大家好，咱即马要来介绍的是甲身躯相关的这台语字咱第一字要来介绍这字叫做堵，它就是堵塞的意思堵塞不通。咱譬如讲胃肚就是肠胃不消化，叫做胃肚好，咱第二字要来介绍这字读做跪，它是被铁钉等坚物割到。咱譬如讲伊互铁钉跪着它就是被铁钉割到叫做跪着好，咱下面要来介绍这字叫做挺，它是支撑的意思。咱比如讲用条挺咧就是用柱子支撑住，补强的意思另外它这个有补强的意思。咱譬如讲用什么挺身体就是用人参来补身体咱下面要再来介绍这里读做仰，它是张牙舞爪的意思。咱譬如讲你搁伫遐仰牙早晚会去用推就是你如果还在那边张牙舞爪，早晚会被人家打的意思另外它还有不规则突出指骨头、牙齿或者野兽的角，通常是用叠齿来呈现咱譬如讲牙就是牙齿爆的样子牛角样就是牛角突出的样子好，咱下面要来介绍这字读做夯，它是肿起的意思都是因为发炎的关系。咱譬如讲粒夯起来它就是疮粒肿起来了另外有一个同音的字也是读做夯消化无啥共一个肉旁，然后旁边一个风这是婴儿回艺术。咱比如讲项链还是项链还是项链拢会使读的好，感谢大家收听。